係咪成日瞓覺時候咧背脊痛啊？今日教大家2個拉伸嘅動作。動作一，嬰兒式，跪喺度，身體向前趴，雙手向前伸，額頭墊地，保持住慢慢呼吸30秒。瞓之前做呢個嬰兒式，成個背脊同肩都會鬆晒。動作二，仰臥扭轉，瞓喺度，雙手打開，雙腳屈膝，雙膝慢慢倒去左邊，頭就轉向右邊。你會 feel 到條腰同個背咧有輕輕拉扯嘅感覺。企住30秒，然後做另一邊，好啱嗰條腰硬晒嘅時候做。如果你成日肩頸膊痛咧，自己拉完都舒緩唔到咧，歡迎 DM 我啦。每個人嘅情況咧都會有所不同嘅，我幫你睇睇，希望咧可以從根本上去解決痛症。拜拜。